为了要阻挡这私密性影像的流传，台湾电视协会含16间的企业共同响应卖上车的电缆活动。好民众若准收到这私密性影像，唔通点开，唔通下载，也唔通搁再传出去。卫福部也提醒讲，若准有转传或者是下载行为，会当判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，另外上济会当罚到500万。情人节那天，我们发生了关系。当他拿起手机拍我时，我想阻止。他温柔地说：“爱你。”才想留下美好回忆。受害者摕家己的咧讲家己的遭遇，这是伊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伤害。这个展览是台湾电视协会含16间企业，包括 Meta 佮中华电信这企业，共同倡议的卖旧车活动，呼吁民众看到私密性影像时阵，唔通点开，唔通下载，也唔通转传。有一些这个影像外流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，其实在很多的这种论坛啊或者留言区会看到说，要求上车这样子的一个留言。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，观看、下载、转传，这些都是对被害人一再的一个伤害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2024年离小性影像通报案件已经超过3100件，是2018年的5.7倍。而且调查也显示，捌受过性剥削的民众有将近60%这么多。我们也成立了全国的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。如果民众发现有这样子一个性影像被外传出去的话，可以来跟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寻求协助。那我们也会后续提供相关的被害人保护工作。卫福部统计也指出，现在有3成的民众看到性影像，也是会转传下载。卫福部提醒民众，只要伫网络顶悬有转传、散播的行为，就算犯法，会当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佮加上500万以下的罚金。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做违法的代志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